同學仔，大家好啊！常識科單元4就係叫做食物。我哋而家會去認識一下，學習重點1：認識健康飲食金字塔。維持健康如何做到？均衡飲食是重要元素，依照健康飲食金字塔，均衡飲食我能做到。同學仔要留意啦，均衡飲食係維持健康嘅重要元素，所以我哋好應該去依照健康飲食金字塔嘅原則去飲食。飲食以穀物類為主，穀物對身體好有益處，多吃蔬菜和水果，各種營養提供給我。同學仔要留意啦，喺健康飲食金字塔嘅原則裏邊，我哋飲食係應該以穀物類為主，並且應該多吃蔬菜同埋水果。肉與蛋要適量進食，適量進食對身體有益。奶類及其替代品，適量進食我定能。健康飲食金字塔嘅原則提到啊，我哋每天進食適量嘅肉、魚、蛋同埋奶類及其替代品就足夠。減少鹽油和糖類，吃最少才是對。努力達至飲食均衡，促進健康我定能。均衡飲食係維持健康嘅要素，我哋應該依照健康飲食金字塔嘅原則去飲食，以求達至飲食均衡，促進健康。同學仔要記住啦。